你疯了，大伟呀！我田芳是那种人吗？哦，你进监狱，我跟你离婚，简直是胡闹！我跟你说，我田芳跟你结婚那天起，我就已经下决心了，我绝对不会跟你离婚。哦，这时候了，你犯了难了，我跟你离婚，我成什么人了？即便是你进监狱，我等着你，我给你送饭去，我敢去。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，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。怎么就没有别的办法呀？想啊！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，但是你让我怎么想？难道就为了维持婚姻，让我坐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让我不去坐牢，又不连累你们，只有离婚这个办法。你说明白了？跟我离婚？为什么跟我离婚你就可以不坐牢啊？你说呀！茉莉，莫董事长说，我跟你离婚，跟他结婚，他就不起诉我。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。和我离婚？你的意思是和我离婚，和茉莉结婚，他就不起诉你了？你就不用进监狱？我们说说，只是商量。商量？刘大为，我问你，你们是不是算计好了？啊，全都跑来算计我！商量？你商量什么呀？80万呢？他凭什么借给你80万？他凭什么借给你80万？刘大为，咱们结婚这么多年了，啊，打归打，闹归闹，我就没想到离婚，没想到，从来没想到，你今天突然要离婚。刘大为，你要是认真的提出离婚，我成全你。你们2个要是算计好了，没门儿！我告诉你们，没门儿！你滚！你给我滚！你现在就滚！算计我！要是这样，你就去监狱看我。我上监狱看你，我。小东，我就是想问你，你怎么都不问我那封信写的什么呀？那你跟我说说。那你闭上眼睛，不然我会不好意思的。你可听好了啊！仰望着星空，我在踌躇；回忆着童年，我在怀念。你我儿时的友谊突然让我茫然。假如把怀念换成思念，那我们就再往前走一点点，我将成为整个世界的灿烂。我是你最近的知己，你是我最远的呼唤。我是你最美的梦境，你是我最爱的初恋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